好，鎮雲電器維修，今日維修呢一部都係太平洋嘅。講睇翻呢部機嗰個問題嚟講嘅話咧，係超二期電壓出問題。睇翻下，而家讀俾你睇，揸住。呢部分入嚟正常，呢部分入嚟正常，呢部分入嚟都正常，呢個部分都正常，382，呢個部分都正常，呢個部分正常 ，OK， 呢個部分有唔正常啊？超電啊！呢個問題要。呢一走就冇，呢一走就冇喎。呢走同呢兩走嘅話就大鑊啲，300幾伏電壓，唔正常。呢兩個部分都唔正常，係好怪。呢個部分，呢個部分正常，咁就麻鬼煩啦。因為而家嗰個電源方面出咗問題。上序出咗問題，有地方有故障，要一條線一條線去跟。係啦，維修電器，無論你1000零2000蚊一部機，定係10幾20萬一部機，定話成100幾200萬一部機，我哋都可以幫你解決得到問題。講我哋而家要繼續去跟翻啲線路，睇下邊度出故障，點解導致嗰個電壓出咗問題。維修商用電器、在民電器維修。